英國足球明星碧咸嘅大仔 Brooklyn Beckham 最近喺社交媒體上發長文，控訴父母 David Beckham 同 Victoria Beckham 多年嚟操控佢嘅生活，仲試圖破壞佢同妻子 Nicola Peltz 嘅婚姻。Brooklyn 表示，父母過度重視公眾形象，以碧咸品牌為首要任務，令佢長期感到焦慮。Brooklyn 喺聲明中提到，媽媽 Victoria 喺婚禮前夕改變主意，唔幫 Nicola 設計婚紗，搞到佢要緊急揾替代方案。仲喺婚禮上搶咗佢同 Nicola 嘅第一隻舞，甚至形容媽媽係不合時宜地要同佢共舞，令佢喺幾百位賓客面前極度不舒服同尷尬。Brooklyn 仲指控父母曾經試圖用金錢收買佢，逼佢簽署放棄自己名字商標權嘅文件。佢澄清自己唔係受到老婆影響，而係之前長期生活喺父母嘅掌控下，離開咗家庭，同 Nicola 拍拖後，長期困擾佢嘅焦慮問題得到緩解。爸爸碧咸喺節目上含蓄回應關於大仔 Brooklyn 嘅行為，小朋友有權犯錯，呢個係佢哋學習嘅方式，都係我育兒嘅方法之一。佢仲補充話，有時候你要俾佢哋犯錯。雖然碧咸冇直指大仔 Brooklyn， 但外界普遍認為佢喺暗指大仔行為不當。不過言論唔單止冇平息風波，反而引嚟網民批評。